祷。天父上帝，伫即个新年的年头，阮搁一摆聚集伫你的圣殿敬拜你，感谢你的保守，伫过去的日子保守阮。伫阮的周围疫情真歹的时阵，阮特别感谢你的保守，搁较感谢你，互阮会当伫遮三甲敬拜。主求你伫阮的中间，圣神感动阮，通过阮所分享你的话，会当深信你是主宰阮的上帝。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这是新年的头一个礼拜日吼，我伫想讲要来讲关于时间的代志。我有看真济，看真久的时间，我若看到我爱的物件，我就甲存起来吼。我有真济关系时间的物件，真趣，迄裤子吼，迄一裤子真济。我的讲道的中间会用真济迄款的。你若要问我迄伫倒体，我毋知影。我看伊迄个 internet 啊，有我就甲捡起来，写人写的我嘛毋知，毋过有诶拢一不只古锥啦，安尼我拢甲捡起来吼。讲道的中间有一个真有智慧的人，伊讲吼，咱所受第一大的礼物是时间。你若真足想即句话吼，愈想愈有影呢。咱的生命偌长是用时间在计算，所以咱的时间甲咱的生命应该会当讲是相款的物件。即句也会当讲，咱所受第一大的礼物是生命这个物件。有一个人讲哦，时间哦，对感觉生活无意义的人是真沉重的物件。对一个无用的人，一下就过去，无够用。对少年人感觉时间直直飞过，老人感觉时间常常要无去吼。咱普通在讲时间的时候，咱拢讲，敢若亲像时间是我的，我无时间，还是我有时间吼？那像时间是咱的，咱制造的。有人真够用时间，有人浪费时间，有人乱用时间，有人甚至杀时间 ，kill time 吼。到底时间对咱是朋友还是对敌？咱都要杀时间吼。我想咱大概真少安尼想讲时间是咱的对敌。总是咱有哪常常讲，咱一生的时间，一生的时间到底是啥？有偌济？我要安怎用一生的时间？用了我会变安怎？用完以后我会去倒位？因为这就是牵涉到时间拢用了你要去倒位？甲咱的信用都有关系啊，敢是？咱大先来想，什么时间？时间的定义。奥古斯丁讲哦，你问我这个问题以前，我知影时间是啥；你问我这个问题了，我真正毋知影时间是啥，袂晓讲。时间真好定义呢。你若去看英文的字典哦，真侪有迄 time 哦，用迄字 time 在解说 time， 时间真歹解说。真侪哲学家要定义，总是老实讲，遐个哲学家的定义哦。咱愈读愈花呢。我敢若会记得咯，我捌看到一本册，叫做《Time and Being》，一个德国的哲学家海德格写的，拢总吼589页。我敢若看到589页，我就袂甲忘啊！吼，我相信你去读迄本册读了吼，我要甲你讲问时间是啥，你嘛讲袂出来啦。
这本册讲啥我毋知，我毋敢去读啊。有一个先来甲你讨论时间，讲了较简单，咱会当较了解。伊讲有3种时间啦，第一种是日志的时间，咱普通咱用日志吼，对日出到日落1日24这几点钟，这咱真容易了解。搁一个是生物学上的时间 （biological time）， 迄是生物拢有伊的生理状态到什么时阵会安怎？迄个时间，譬如讲囡仔出世了，囡仔9个月出世了，偌久会发喙齿，会落喙齿，会换喙齿，这拢是有迄个 biological time 伫遐控制。这是上帝咧控制。鸟寒天就飞去南边，冬天热天就飞转来北边，这是因的 biological time。搁一个叫做上帝的时间啦。这个时间是咧主宰全宇宙的时间。咱普通若拢用有限、无限、现今还是永远这个名词，这个观念来说明。这款的时间哦，咱无法度通用理智迄个定义真歹定义，什么叫做永远，嘛是真歹定义啦。真好用语言表达出来。伫加勒泰第4章第4站吼，保罗讲一句话，圣诞节拢会定定读到的是，伊讲吼，时机到，上帝找家己的囝，互伊对妇人人出世。时机到，迄个时机，叫做 Kairos， 希腊文叫做 Kairos， 迄是上帝的时间。巴克列博士的翻译写讲吼，到迄时已经满，时间到，时间满，迄个满，敢若上帝知尔。上帝伫迄个时间，迄个 Kairos， 是找伊的囝出世。我想来用台湾人来讲是吼，时间点，时间是讲时间点，迄个时间点，敢若上帝有法度尔。时间点到位，上帝互伊的囝出世，安尼。但为着要方便甲咱的需要吼，我想咱来想头一项我拄仔讲头一项的时间就好了，就是日志的时间。咱用日志用时钟，咱会当计算，会当了解这个时间。总是要了解这个时间的时候，咱自然会去吸到上帝的时间。确定啊，恁听，确定啊，恁就知影我伫讲啥物意思。咱到底有偌济时间？我拄仔做牧师无偌久吼，互一个长老请去因爸爸生日安尼，因爸爸已经无法度人来礼拜啊，95岁，我去我迄阵啊，拄仔来加拿大拄仔做牧师。我毋捌看到因爸爸头迄摆去，伊拢伫厝里，我去，人家介绍讲，这就是牧师，伊看，这台湾囡仔做牧师，这个少年，我甲讲 How are you？ 伊敢若甲我问一句讲，你想你会当活甲像我这个年岁无？安尼甲我问啦。我迄个时阵30几岁，我哪会知？即马是较活啦吼。迄阵我讲 I don't know。有影 I don't know， 咱无人知呢，咱真正无人知。我捌看到一个统计数目不遮趣味，我毋知恁捌看到毋捌。讲一个人若活到70岁的人吼，平均吼伊困24年，用6年的时间伫食饭。我转去台湾看，甲包括我再来安尼食吼，迄个我相信毋若6年尔，一定较久啦。搁吼5年半咧穿衫甲打扮，这着看你美国邮局要留捌偌济哦，迄毋知捌偌久，有人一定比5年半较久啦。8年伫娱乐佚佗，讲话讲3年，我想阮做牧师一定毋若讲3年啦，
8年的工作，70年、8年直做，别做8年。这我无去算啦，上尾啊，这项我有算。伊讲6个月伫做礼拜，迄是逐礼拜来礼拜哦。啊，我甲算有影咧，你甲算看卖吼。咱一礼拜来伫遮一礼拜，啊1点钟久吼，1点钟，一年52礼拜，52点钟，迄52点钟2日统尔定呢。你甲算看卖，70年1年2日半的时间做礼拜哦。啊，咱有时啊，就感觉上帝，我真接甲你礼拜啊，敢样？吼，总是你甲算起来，一年才52点钟咧，24点钟、48点，安尼6点钟。即个，我看到即个数字的时候，手机啊、甲电脑拢压袂出来。即摆迄背手机啊时间拢无算伫即内底，我毋知。这真趣味的物件。咱一生到底有偌济时间？我相信咱大概拢有迄个资格，愈年老来吼，会感觉时间过得足紧的，一礼拜足紧的。我逐摆若去Canadian Rockies吼，徛伫遐关山的头前吼，徛伫看到迄个山啊，甲冰河安尼吼，迄山咧一层一层，地质学家甲咱讲，迄无共色一层一层是。毋知拢几万年，安尼积起来，啊！迄粒山遐尔悬，徛到头前的时候，我的时间甲迄比要哪比？伫遐个人咧几百万尔，我伫遐真正看到遐，我话讲袂出来呢。迄个敬畏吼，讲袂出来。啊！我去想起诗篇第8篇，迄个做事的人看见上帝所创造的。伊问上帝讲：人是甚物？你安尼看重伊，真正是甲迄个感慨吼。咱的一生真正是无遐长呢，若甲迄比起来，咱有偌济时间？我大概讲2项啦吼，我会想到就想到偌济时间，咱知影偌济时间，一生啦。一生偌长，无人知，咱大家拢无共款。咱拢简单有即个一生通活，啊吼，即个一生过得真紧，特别你活倒转去看时，啊吼，即个一生吼爱100活好了。你袂使讲我先活30年，啊200年后我才去活40年，无即落代志，一定爱100拢我活到了。咱早起唱的迄个圣诗哦，上帝做即首诗是英国的作诗人Isaac Watt，伊用4篇90篇，咱今仔日交托迄篇做写出来的诗，内底第50了有一句：光阴得过，亲像大水，一浸互伊流去。咱安尼唱，你捌想迄个意思无？这种体验，我相信年岁愈增加，你真正会愈感觉，光阴得过，亲像大水一浸互流去，有影是安尼呢。第二，咱知影有啥物？咱的时间偌济？咱知影吼，我咧讲，咱知影今仔日昨昏已经过去啊，明仔载还袂到。咱有诶，就是今仔日若定啦，爱把握今仔日。一日24点钟，大家拢同款。我会记得我伫读大学的时候，我去修英美法，英国甲美国法律，英国美国法律甲咱迄安尼法条的无共款，伊是拢用判例的吼。啊，阮若要去上课吼，像讲阮去要学英美的契约法哦 ，contract， 阮着爱，迄拢是为着生理咧上课，啊，阮着爱。伫厝爱先读迄个教授拢会甲阮讲，后礼拜要讲到即摆，阮着去读，伊有会甲你教讲，即个是啥物代志？啊，原告甲被告因的争执点伫倒遐？啊，法院安怎判？啊，法院为什物安尼判？啊，迄就是判例啦。啊，后来的法官吼，
要判案件是拢总会当去用头前的判例来做，因为这变做因的生活习惯、生活的规律嘛。因的毋是一条一条，所以读英语法吼，啊，咱拢用英语读来。我迄个时阵有英语刺激甲真正是足厉害。啊，阮拢爱先准备啊去上课，啊教授无甲你讲，甲咱后礼拜要讲这个，啊你转来就要准备，准备了后即摆来上课，教授就讲来 ，Mr. Chan， 你来讲这个 fact 互阮听。我真正是安尼，我毋是在讲笑，我有准备的时，伊拢毋捌叫我。一摆我无准备吼，叫着啦，那死啊！我讲我毋知呢，我即礼拜真无用，无准备。我到即摆还佫会记伊迄个面，伊甲我讲 ，You are a liar。我做歹，讲你咧讲袂使。你一日有24点钟，你袂使讲你无时间，你敢若会当讲你有比上即个课搁较要紧的时间，所以你应对遐去。迄阵咧足查某囡仔啦，都无会讲。啊，伊讲的有影啊，我真正是安尼啊，因为时间就是遐24点钟，你要安怎用？你爱家己。换一句话来讲，你要做啥物代志，你的 priority 伫倒呀？你感觉真要紧的代志，你会去用你的时间，你会用伫遐。有影，我无感觉讲迄个，啊，若是嘛是老实讲，嘛是想讲介遐歹运的，逐摆有准备，就拢毋捌叫着，啊，即摆无准备叫着，啊，就偏偏咱叫着。咱爱决定什么是要紧的代志。但问题是，咱要安怎用时间？咱要安怎用时间？我阁读着一句话吼 ：Do not count the time, make the time count。毋通算时间啦，就去好好啊将迄个时间来活用。英语是 Do not count the time, make the time count。甲我拄仔讲的迄个。你 priority 伫倒会共款，啊，我知影，这吼讲的还较好讲，要做无遐尼好做啦。什么是浪费时间？什么是做时间的奴才？你乱用时间，你咧浪费时间。啊，毋过你若足要紧时间，你变做时间的奴才，这要安怎分？迄亲像一个人。用一支镊哦，伫镊一个古董，摕叶上岸，行古董去互破去；叶无岸，行古董去互落去。迄就是遮尔艰苦。要安怎，才毋是浪费时间；要安怎，才毋是做时间的奴才。我嘛阁想到两项吼，头一项哦，就拄我讲的 ，Don't count the time， 莫算时间。伫旧约圣经内底吼，无迄字 hour， 点钟几点钟 hour， 无迄字，这真趣味。圣经无，新约圣经内底吼，敢若有一个时间的迄个 unit， 半点钟。伫启示录第8章，敢若遐讲规本圣经，敢若讲半点，啊，迄半点钟是圣经安尼写。我读迄站的时，我感觉讲。啊！你迄阵啊，也无时钟，也无时钟哦，也无手表啊。你哪会知影是半点钟？迄约翰写的讲，规个拢点去的，真点钟，约了半点钟。啊，这半点钟伊是安怎算？我嘛毋知。我即摆讲，莫计算时间，莫算时间。若是用圣经的表现法吼，迄就是。圣经的迄个诗篇的作者常常伫甲咱讲的，听候上帝啦，听候上帝。咱常常是真熬算时间，真熬安排时间，啊，咱忽略上帝，咱无咧等上帝。
有时啊，咱家己拢摆好啊，上帝甲请一边。啊，咱毋若咱时间拢摆好啊，咱阁要求上帝爱照我的时间表。啊，若无照我的时间表，我就无爱甲你做礼拜啊。哇，有迄个人哦。咱圣经叫咱，我讲卖摆时，卖计算时间，就是听候上帝。有时啊，咱爱听候上帝。耶稣互魔鬼试吼，迄个故事咱拢真熟吼。迄个第一基本魔鬼试耶稣啥个咧？试耶稣讲吼，你照你的方法来做，你毋免刁等上帝。从基本就是安尼啦，将石头变做饼，你马上饱。你对圣殿跳落来。大家甲你拍拍手，哦，你一个就足出名的，啊，上尾啊咧，看着遮尔水，你甲我拜，遮个拢你的，啊，你嘛免去顶受人家。耶稣拒绝，大家伊拢拒绝，伊知影伊应该安怎做，伊听候上帝。我拄仔讲，咱有时啊。安尼，常常要强迫上帝，都要照我的时间表。啊，上帝若毋听我的话，我就家己动手。啊，常常为着安尼代志母甲足伙的。特别是咱活伫即个世代，逐项物件拢真紧啦，逐项物件拢真紧。啊，你若慢，啊，你若听候上帝，人就讲啊，你是贫惰是无？哦，我常常有迄个当道准备袂出来，足艰苦的吼。我捌读，我无会真早无会是读到即个故事，我真感谢上帝，互我读到即个故事。迄是一个牧师吼，伊安尼，伊讲的，伊讲伊安尼一早起安尼当道写袂好势吼，足受气的，足气的安尼啦。啊，伊当然祈祷啦，祈祷上帝迄落。伊讲伊忽然间。安尼，伫伊的头壳底想到一项代志，伊讲伊相信是上帝甲伊讲的。伊讲你是咧，你咧受气安怎？你伫遮准备讲道吼，礼拜日要讲，你若即摆咱有差不多40个吼，我讲1分钟哦，恁40分钟伫听我的1分钟咧，你要安尼想无？啊，我若讲半点钟吼，30分乘40，1200分钟呢，1200分钟偌久？是讲，问我问句，偌久？伊讲伊想到这个时候，伊感觉有影，我这互我这真好的故事呢，我真早咧无会的时候。迄阵拢爱用言语写呢，台湾的就是写袂出来个言语，我真痛苦。我读到即个故事，对我，互我印象足深的。遮侪年我还阁会记即个故事。有影，阮做牧师的，我讲1分钟40分钟呢，我讲30分1200分钟呢。啊，阮若无较拍拼，而且5人的灵魂做真重呢。这毋是5人主题啦，定咧5人的灵魂呢。所以咱来讲较严肃的一面。世间有价值的物件，拢毋是马上会当得到。你是有影？世间有价值追求的物件，拢毋是即时的。作诗的人，作曲的音乐家，有影？人讲迄灵感来啊，就直直去。因为灵感来吼，你迄个灵感互张信仁吼，甲迄个灵感贝多芬就无共款，恁知影无？迄个音乐家要到有迄个能力，通去抓迄个灵感，迄中间的训练甲苦心用偌济呢？我顶礼拜讲道讲交响乐团，恁会记？
恁若去听音乐会，恁看遐人伫遐下摆好，恁也好，逐项拢好，二鼻仔拢好。你捌想遐个人，到会当爬去你遐因开始的是阮囝学鼻仔咯，开始的是哆1 2 3 4 5，嘞1 2 3 4 5，逐个拢对遐开始，敢是？会晓二鼻仔咯，二甲安尼的人哦，迄个时间爱偌久呢？迄有价值的物件，毋是即时的啦。听袂当赶，信仰、信心，甲上帝的关系，拢袂当赶。当中需要咱学习宽心听候上帝。第二项我要讲的哦，有可能甲我拄仔讲的拄仔冲突。我要甲恁讲哦，爱计划，爱好好运用时间，互时间过了有意义。这我都讲，甲拄仔我讲的拄仔颠倒变，其实毋是啦。我真正相信，会晓听候上帝的人，一定会晓计划时间，因为在听候的时，伊会当准备，迄个时间若到，伊才有法度行动。迄需要计划。我以前囡仔还阁细汉时，我常常带因去医生看。你落去医生看，拢看足久的。我伫医生馆学一项代志，普通人伫遐等的时，拢伫遐坐遐看天花板。即摆拢伫咧背手机啊啦。我去吼，拢医生的办公室常常有一寡杂志哦，我拢坐伫遐咧读杂志呢。有时等2、3点钟，我就倒来读遐物件。真正，咱会当利用时间。你知影我偌济讲互恁听，即个故事是对迄内底吹出来的。你读的拢讲叫我读着。今日咱小读的圣经，保罗讲哦，所以着斟酌看恁所行的是怎样，毋通亲像无知识的，着亲像有知识的，着保守机会，着保守机会。迄句保守机会即句吼。一个心理学者 J.B. Phillips， 伊翻做英语吼，是讲 making the most of the time， 用上好的方法来用你的时间。所以听候熬用时间，把握机会，这无冲突啊。一个会晓计划时间的人，伊一定也会晓把握机会，因为相款的机会无可能会过来。爱好好利用时间，计划用第一好的方法去把握现在，把握今仔日。就这个故事 ，Susan Wesley、John Wesley， 迄卫理公会创始者 John Wesley 老母，英国人。伊讲，迄个故事讲，伊常常甲伊的囡仔讲，伊的囡仔足济啦。伊死的是36岁，囡仔足济。伊讲哦，恁着学习怎样组织，我翻做组织。伊英文叫做 methodise，method 就是方法 ，methodise 是找这个方法出来，变动词了。method 的动词，伊讲恁着爱 methodise 恁每日的时间。听讲这是伊的囝John Wesley后来开始一个新的教会，一个教派。咱今仔日所捌的 Methodist， 迄是对遮来的 ，method 对遮来的，真有意思的代志。但讲这两件，我要甲咱分享一寡我读到这读到迄啦，甲时间有关系。咱三面例啦，咱三角面例，往哪提醒啦？头一样吼。咱就知影吼，真侪代志，咱无法度通改变。我那真侪代志，咱无法度通控制。咱毋是上帝，咱无法度通逐项拢做。换一句话来讲，
咱爱承认咱的有限性，毋是时间有限尔啊，能力嘛有限。遐无法度通改变，无法度通控制的代志吼，毋通了伤济时间去烦恼遐代志，因为你一定无法度通解决，你袂当用，无办法解决，你爱放手。我相信恁一定知影一个，迄个Ranko Niebuhr 这神学家会祈祷，伊迄个或者 Serenity Prayer， 英语是 Serenity Prayer， 我翻出中文读互恁听。伊讲上帝啊，求你互我会平心静气吼，去接受袂当改变的代志，使我勇气去改变我会当改变的代志。使我智慧去分别什么是会使改变，什么是袂使改变。因为这需要智慧。第二吼，我拄仔讲把握现在，时间、亲情、逐项有一日拢会过去，毋通到无法度的时才来后悔。有一个犹太人的律比，叫做 Harold Kushner， 已经过身啦，伊写几啊本册。我袂记读到伊倒一本册，迄内底伊讲伊做犹太人的律比吼，伊判足济迄个要临终的会友。伊讲啊，犹太人拢真济拢生理人真好个。伊讲遐要临终的人，伊讲我毋捌拄着一个要临终的人讲，哦，我应该用较济时间伫我的事业，我应该用较济时间伫创起来。大家到迄个时阵拢讲，我应该用较济时间甲我的囡仔斗阵。甲我的亲人斗阵，这真正是爱互咱通想的所在。佫一项，咱毋通袂记得质 quality 质比量较要紧 quantity quality 比 quantity 较要紧。生命也是安尼啦，生命的价值毋是在伫长短，是在伫生命，你的生命活了有充实啊无，有意义啊。我咧看即个的时候，我想着啥呢？我即摆的会吼，要甲耶稣的3倍啊，你知无？啊，长是要创啥？伊世间33年久，伊的生命是偌尔充实 ，short and sweet。伊的生命是偌尔充实，啊！伊教咱讲，咱要安怎得到充实的生命，像伊迄个充实的生命。伊超讲阮讲足济摆，恁惦伫我。我惦伫我的爸，你嘛惦伫我的爸。讲我是葡萄树，恁是枝，恁甲我结连。那安尼，伊讲咱会当得到丰盛的活命 ，abundant life。即句话，伊教咱甲伊结连，要安怎互生活充实，要安怎互生活。生命有意义，甲主结连。咱今仔日吼，诗篇的交读是诗篇90篇，啊，咱头一首圣诗嘛是诗篇90篇写。我要真紧吼，咱来做伙看诗篇90篇对第一节，毋免烦恼吼，我讲了伤久吼哈。我真紧，咱来看即个诗篇，即新译的台湾话吼，啊，规篇拢做。我大概真紧读一遍吼。开始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是阮的避难所。第2节，众山还未受造，大地甲世界还未完成，你永永远远是上帝。即2节，摩西，即首诗篇，大家拢讲是摩西写的，
有人讲是摩西差不多90岁时写的，拄是免90篇，毋知有关的。90岁时写，你若去读出来个，摩西头40年伫埃及受训练，伊去杀死一个埃及人，伊逃命，上帝互伊伫迄旷野过洋过40年，所以伊开始带以色列出埃及的是伊80岁啊，伊伫这80年久。伊当时讲伊90岁时才食即个视频的时，伊带以色列变出来已经10年啊。即中间过足侪代志，伊活倒转去看，伊头一项，伊肯定伊所信的上帝是甚物款的上帝？伊的上帝是正山还袂受造，伫伫遐的上帝，超越宇宙万面，无受时间的限制的上帝。搁去第4节吼，第3节毋免，第4节，对你来看，1000年亲像过去的早日，亲像暗暝的一更。对上帝来看，时间毋是问题。咱伫等上帝，有时啊等足久，因为伊时间足济，伊会堪要等，咱袂堪要等，是问题是安尼啦定。伫第1节到第4节。摩西所得是对上帝的敬，伊尊敬上帝，上帝是创造天地，正山拢总代志还袂做，受造以前伊就伫遐。对伊来看，时间毋是问题，这是上帝伟大，伊对上帝的敬。第5节到第6节，伊讲：你用大水甲人冲走。人生亲像一场眠梦，亲像草早起时出影，早起时发起来，无声暗时凋谢打去。伊伫遮所讲的即2节圣经，甲头3、4节是拄一个对比，是上帝的伟大甲咱的卑微，甲咱的卑微。搁落去，摩西。经验着上帝的受气，伊带以色列百姓伫迄10年的中间，以色列百姓若爱，伊就去找上帝，代志足济。伊讲：阮因为你的受气消灭，因为你的大受气惊吓，搁来，你将阮的罪过摆伫你的面前，阮秘密的罪伫你的面前暴露出来。伊伫上帝的面前是敬畏，咱知影敬畏上帝有无？头迄站是对上帝的敬，伫遮是对上帝的畏。伫上帝的面前，上帝的受气真通惊。过来第9节，伊讲：阮的日子拢伫你受气的过去，阮的一生亲像土一个开。列位，一个上帝不时地甲咱受气，敢有影会安尼？我想毋是啦，我想是咱不时地犯罪啦。上帝对咱算真好性地啊，你知影无？因为伊搁落去吼，搁落去第10节，阮虽蒙伫你的受气中活，不时地犯罪咧，互你受气，阮的年岁不过70岁，勇行会当活到80岁。中间阮所夸口的，嘛是劳苦。讲起来，人生真悲哀啦吼！伫上帝受气的内底，活70岁、80岁，会当过就是拢总安尼劳苦，10000年久就过，10000年久就过。咱过年的时拢唱一首圣诗，叫做啥时才是做细囝，10000年久变老人。咱旧年过年，我会经即首互恁唱。这有影呢，10000年久若定呢。我即摆学倒等你讲，80年走对对去啊。摩西听起来真可怕吼，无啦，这毋是安尼啦定。伊第12节，伊求上帝，虽讲是安尼吼，世间还阁真好大啦。所以伊我哪知影伊家己的有限，
伊甲上帝讲：求你教阮会晓算阮家己的日子，互阮的心有智慧。昨昏咱的石盘团契吼 ，Joseph 咧讲老人的迄个会袂记安怎？伊用即节圣经做结论，阮两个无共通哦，无共通哦。我看到迄个时候，哦，真正是圣神咧带路，互咱做伙想者，算家己的日子。你若会晓算家己的日子，你自然有智慧了。你知影你的有限，你知影上帝的无限，你知影用时间听候上帝，你知影计划代志听候上帝。啊，过落去吼，第14节到15节，啊，人生有对14节开始吼，你14节一直到17节，伊对上帝是感谢。伊讲求你透早，互阮享受你的慈爱，无？互阮的一生就充满欢喜快乐。拄仔我讲，开始伊敬上帝，伊畏上帝，伊即摆伫遮，伊感觉上帝的疼，上帝的疼，上虽望是安尼，要求你互阮一世人充满欢喜甲快乐。啊，伊感谢。因为这我吼，我对我破病了后吼，我真正学到一个功课，我真正会晓，真正对心底感谢上帝，互我到这个年岁，还阁会当遮尔健康。你莫安尼想无？我转去台湾咯，看真侪我的朋友，国民校定定甲我相拍迄个破病伫遐，我转去讲啊，要阁拍无？伊毋敢。讲伊吼，啊，伊讲啊，你遮尔勇，我呢，我真正是对心底，我甲伊讲，你比我较早懒啦，我有时阵嘛会懒啦，逐个拢会啦。总是我真感谢上帝是吼，这全身躯的物件吼，拢用80年咧，这是上帝做，才有通当遮久咧。所以我真甲一寡我的朋友吼，人甲有一个朋友甲我讲，你家己拢袂听，你毋知会安尼讲。可能有影死狗，我毋知安怎，你着迄阵啊，恁才问小丽啦。我真正感觉，是身躯的物件用70-80年倒遐歹去，一定会嘛，毋好哀啦，感谢啦，感谢啦，真正是安尼。啊，摩西上尾啊句的祈祷吼，第17节，请你甲调过袂要紧。第17节吼，新约的讲主，阮的上帝啊，求你赐福互阮，求你互阮一切工作顺利，求你互阮的所做拢亨通。这真白的台湾话吼，我即节我原来较爱迄个旧的迄个翻译，迄个旧的翻译讲吼。愿你坚固阮的手所做的工，阮的手所做的工，愿你坚固伊。这比讲所做的代志拢行动较好呢。伊甲上帝吼，我带这个百姓到遮，我知影你真伟大，我知影我真微细，我活伫你的受气的中间，总是你的疼有够我用。啊，我有气力，通做一寡代志，为着你做一寡代志，我所做的代志，求你坚固。我呢水祈祷，我搁读一句吼，真趣味的物件，写人写的我毋知。伊讲吼，你的性命是上帝赏赐你的礼物，你安怎用你的性命，是你献予上帝的礼物。真正，
这是我最后要讲的。伫年头来要拄着啥，咱毋知。所以我们咱常常会记得，咱是活伫上帝恩典的内面。上帝是历史的主宰，咱的生命无论偌长偌短，咱不是拢活伫时间的阴暗的下面。咱是上帝永远的计划的一部分，毋通看轻你家己，毋通想讲你是一粒small potato。上帝甲你我放伫即个世间，毋是真偶然的代志，咱拢伫伊的计划中间的一部分。上帝赏赐咱一生的年日，伊有伊的目的，咱爱对伊敬畏。生命是伊赏赐咱的礼物，咱安怎用咱的生命，是咱会当献互伊的礼物。咱来三甲祈祷。特别上帝感谢你，通过圣经的话，通过阮分享，阮会当想你的恩典偌尔大。你互阮活伫即个世间，你赏赐逐项拢互阮教遐，空气、水、日光、雨水，照示互阮。主，阮感谢你。阮常常袂记真感谢，阮常常无要听候，家己做家己的代志。阮无要照你的旨意，主，阮恳求你赦免阮，互阮会亲像摩西，为着你活伫即个世间，阮伫阮每一个人所接触会到的范围内面，所做为着你所做的工，愿你甘纳，愿你坚固，也恳求你甲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三甲弟弟，未来一年久，求你引带。阮也为着世界即个疫情，伫你的面前恳求你怜悯，互即个可怕的疫情会当经过，也会为着疫情丧失因的亲人朋友的，阮无拢捌，总是主你知，求你怜悯，求你看顾。阮也为着阮回来兄弟姊妹一身躯欠安，袂当来甲阮做伙敬拜，阮恳求你医治的手甲面上甲彼得。阮安尼祈祷，感恩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